嘛是白发人送黑发人，互时大心碎。25岁铁路警察李成汉，因为处理火车走票的纠纷，互嫌犯拿刀来攻击。虽然身受重伤，也是拼力抢刀要来保护乘客，最后是顺治死亡。早起来举行着告别式。91岁老阿嬷一直到几啊工前才知影这个消息，公安呢一直哭一直哭。早起阿嬷忍着悲痛，到告别式的会场要来送金孙，互人看到是真唔甘。铁路警察李成汉的阿嬷家属甲赴入告别式的会场，都惊讲阿嬷烦恼，成汉顺治的消息，伊是上尾一个知影的。铁路警察同仁拢到现场致意，要送成汉最后一程。人生自谁不是？有取丹心照汗青。陈汉仪英年早逝，国师动摇，家师无子，警戒痛失一场。同僚痛失弟兄，白发送黑发。李成汉生前上疼的查某孙仔，摸因老母一直哭，边的人嘛对咧流目屎。早起11点40分，李成汉启灵的同时，全台湾代替列车做伙等敬礼感念伊的牺牲奉献。英勇顺治，警警署对进李成汉2线一车巡管的职务，刮目嘛看国旗甲警察引旗，认为将入书加以重烈士。